要求分。而家進入第二個環節，負面對壘。首先咧，喺呢一個環節度咧，正方首先再解釋下先。今次咧同以往嘅負面對壘唔同，以往嘅負面對壘每一位負面都會有一次問、一次答嘅機會。今次唔係㗎，今次每位負面咧只有一次嘅發言嘅機會嘅啫。佢可能會係問，可能會係答㗎。咁喺呢一個環節開始嗰陣時，正方有3種選擇。正方第一個選擇咧就係佢哋可以派佢哋嘅負面作出2次發問，或者作出1次嘅發問。而第3個選擇咧就係佢哋將發問嘅次數權利讓俾反方，而佢哋揀發問嘅次序。咁而家我方咧就係選擇問2次㗎。咁亦即係話咧，反方咧就係決定個問答次序啦。何謂問答次序咧？例如佢哋有而家佢有2次答問、2次作答嘅機會、1次發問嘅機會啦。咁我哋可能選擇嚟問答答咯，或者問答問，佢有1次發問，sorry， 對唔住大家。佢哋選擇問答答，或者答問答，或者答答問。咁選擇完咗之後咧，雙方主席就會公佈雙方嘅選擇，然之後佢哋各方咧就自己會選擇派邊一位辯論員出嚟，再向主席提交次序。係。點解你有機會你選兩問一答，佢哋有個選擇權嘅咧？唔係呢個佢哋balance翻個權利咧，就係佢哋會選擇個次序㗎啦。即係如果我方咧可以揀次序，咁佢哋就揀問答權利。佢哋就揀問抽籤嘅，係即係開俾佢之前抽，係咪應該咁？其實咧就係咁嘅，其實咧就係咁嘅，即係咧喺呢個數據上面咧，正方喺比賽嘅得勝率咧，真係極度之偏低㗎，係低於6成啊，係低於4成啊。咁咧，大家經過一輪商討之後，抽籤表面上面係公正，但係我覺得就可能會。係咪應該會喺賽制上面做翻少少嘢嚟balance翻一下呢一個正方點解往往？因為呢個係經過好多屆，即係不同，即係有人可能會賴喺啲財務部啲人出呢件題衰啫嘛。但係經過我見過好多屆咧，都係正方嘅得勝比率咧係 consistently 咧係4成或少於4成㗎。咁係好嚴重嘅問題。咁所以我哋想俾翻少調手正方嘅有呢個選擇嘅權利，即係有首先選擇權。其實辯題問題，我覺得唔係個賽制問題。即係如果評判乖話，反方話等 equally important 咁啊，又要叫佢哋同意嘅話係喎，咁你咪衰咗咯。我覺得其實係問題係我覺得辯題問題多過係賽制，不過呢個我先至繼續。咁有反方可以選擇次序。你哋係2次作答1次發問。我明擺出嚟，係啦，突然間添埋㗎喎。亦都講翻下個時間嘅流程先啦。首先咧，同以往一樣係發問嗰方開始發言啦。當然，發問嗰一方咧係有20秒嘅發問時間，跟住會有20秒嘅準備時間。準備嗰方亦都可以選擇唔用準備時間啦。咁跟住然之後答問嗰方作答嘅一方咧係會有30秒嘅作答㗎。咁然之後咧就會正方咧就會有追問嘅機會，追問嘅機會係15秒，反方作答15秒，正方可以再問15秒，反方答15秒，最後一次就正方再問一次15秒，反方再答一次15秒，總數係有4次嘅機會，4次發言，一個作答問嘅程序。反方你揀咗係個問答次序係點啊？你答答問 ，OK。咁而家雙方咁一正方咧會問2次，反方答1次，反方選擇嘅次序係答答問。而家雙方咧就會自己揀佢哋嘅出場次序啦。我答問題。我明咯，你做主席嘅就會點算咧？都唔係嘅，如果係答嗰方叻嘅，答翻反問翻佢咯，睇下答嗰方面咁嘅表現。加油！即係你答到叻咁就翻。玩快啲，係24，因為你之前16個啊嘛。而家係13、15、15、15、15、15、4條，係全部係有53條。
即係話佢哋計分員好忙碌㗎咯喎。係啊，非常之忙碌。好長。最忙就計分員，計時嘅，真係唔係計時。好，雙方揀好咗佢哋嘅次序未？揀好㗎啦。OK，咁而家就緊啫。好啦，而家第一個環節咧，副辯對第一個環節有請正方嘅一副同埋反方嘅二副出嚟，由正方一副發問，反方二副答辯。哇！嗱，同埋另一樣嘢亦都要 mention 翻一下嘅咧，就係幾位長監咧係一致認為咧，點解要雙方辯論期區嘅一個重要原因咧，就係好多時間咧，大家喺資料嗰度咧，就係有某位辯好多嘅隊伍咧，就會有人咧係寫低定啲答案，就遞俾其他人，其他咧都係呢個純粹係呢個翻譯機、演繹機器，即係呢啲係我哋係好崇尚有隊伍合作，但係唔係隊伍合作係咁樣嘅作用，所以就要雙方係辯論員出嚟。因為副辯對壘，記得就係副辯對壘係一個一。好啦，你哋隻錯啦。呢個我望唔到咯。主席，大家嚟。好啦，咁啊，而家我請正方嘅一副發問。我點樣？係啊。大家好啊！我哋打咗咁耐，其實我哋都已經承認咗一個社會和諧係最重要，和諧係發生嘅基礎。咁我哋想問啦，咁樣一個進取嘅方針係比較容易達到動亂嘅。咁樣點解穩定嘅方針唔建立呢個基礎？穩定嘅方針係更加之容易做到呢一個和平嘅環境，先有機會去發展。有方同學否認呢一點咧？醫生要啲咩時間？尷尬呢個位，呢個準備時間好尷尬。我哋趁呢個時候望啲嚟，三係冇錯。有方可，你方一直以嚟咧都話進取就係一個極端嘅動盪啊，但係呢樣嘢係咪真嘅咧？如果一個社會用一個進取嘅方針去發展，係咪真係話動盪地去發展咧？係咪一定要打仗死人先至叫做發展咧？你方一直以嚟啊都將呢個進取負面化，但係穩定嘅發展係咪就係正面化咧？有方同學，你可唔可以提供一啲實質嘅例子咧？嗱，方同學，我哋就有好多例子啦，但係問題我哋想講嘅係，大家唔可以否認，越進取嘅方針就越容易達至動盪。咁一個社會，我哋應該減少佢動盪嘅機會，增加佢和平咁樣發展嘅機會咧。有方同學，相反係你哋有冇正面例子話俾我哋聽咧？有方同學，你所講嘅例子啊，係咪一個特定嘅範疇咧？一個社會有好多範疇啊，就好似我剛才所講嘅，有教育啦，有經濟啦，有等等嘅範疇啊，係咪每一個範疇你都要用同一個方針去發展啊？嗱，方同學，穩定嘅方針並唔係一個固定嘅方針，我哋只不過係話咁多個方針入邊，我哋揀一個比較穩定、比較平穩嘅方針，比較穩定嘅方法，我哋可以去發展。有方同學，你可唔可以否定，越進取嘅方針越容易達至混亂？有方同學，你當時都所講啦，一個穩定嘅方針有好多個方法，但係一個進取嘅方針啦，又可唔可以有好多個方法咧？你係咪一定要話進取嘅方針，我就係要去打仗，我就係要攻擊佢哋咧？嗱，方同學，不同嘅進取方針都會比不同嘅穩定方針更加之容易達至動亂。我哋都話呢個係比較嘅問題，我哋應該減少社會動亂嘅機會，所以穩定嘅方針係應該適用喺社會入邊嘅。有方同學，你一直以嚟都攞嚟比較再比較，但係咪兩邊一定要去比較咧？我哋可唔可以兩邊都用唔同嘅範疇，但係同一個社會，咁呢亦可以達至一個社會嘅發展嘅喎？片到出晒血啦！